咁啊，另一個關鍵咧就係睇睇奧斯賓拿可唔可以做英雄啦。身高1.83米嘅佢咧，咁啊呢位阿仙奴嘅守門員，自從去咗阿仙奴之後咧，曾經救過面對住咧就係8個12碼，但係只係救到1個啫。好啦，哈利簡尼，咁啊今次嘅比賽裏邊咧，都已經經歷過12碼嘅壓力，咁啊全部都能夠咧係交出入球。下半場嘅11分鐘多啲，英格蘭有一個領前嘅機會，一路咧呢場比賽咧射門嘅次數都係佢哋係較多啊，擾攘咗好耐，壓力會越嚟越大。哈利簡尼為英格蘭主射呢一個嘅12碼，假抽搞掂啊，射中路。英格蘭領先1-0，呢個亦都係佢喺今屆賽事第6個入波，小朋友嘅橫額真係應咗啦喎 ！Kane scores a goal， 暫時冇眼睇啦，愛莫能助，只係可以坐喺場邊乾着急嘅詹士洛迪古斯。希望佢唔好真係應得咁緊要啦，即係 score 高啫喎，冇第二個喎。再睇翻呢個咧就無可爭議嘅一個犯規，係咁攬住，同埋個波其實最後大家喺啱啱嘅鏡頭都會見到個落點係喺哈利簡尼嘅附近添。好精彩啊！好似咧就係射落去咧就係奧斯賓拿嘅右邊咁，但係其實衝一個唔係話太低嘅中路波，即係你隻腳想勾都唔係咁容易嘅。可能就睇咗尋日一啲16強嘅比賽啦，要去到射12碼咧，射中間，但係射高啲就穩陣啲啊！咁啊，最終咧就其實哈利簡尼擺呢個波之前咧，佢亦都有睇過個草地嘅質素，佢係擺嗰種2次啊，亦都唔係真係擺正喺個點啊，擺咗後少少。所以就有陣時咧，就射手都要講呢啲經驗，一定要擺得靚個波，最緊要個步運拿得順。